人在地前来看台中大都区公所，伫个沙田路一段到红溪寺院的头前，也大约7公顷的波斯菊仔花种子。最近这个花正咧大开，真侪民众来看花翕相。 大都区公所最近几年拢会固定伫周围的稻仔田野种花，这花除了会当做肥料以外，开花时拢会成袂少民众来赏花翕相。农田轮休的期间发放种子进行波斯菊的撒播。因为拄到今年的万冬休耕，所以11月初就已经野种。红溪村院头前大约是5公顷，沙田路一段边啊大约是2公顷。针对这个垃圾的部分希望可以随手带回去那进去田区的话也只希望我们走那个田埂也不要采摘那个花朵。公所表示，这个花除了看水，嘛会当改善土的品质，是符合环境永续的理念。花期大约到20号，呼吁大家伫咧赏花的同时，嘛会当做花来维护环境，甲这块美丽的自然景观。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